三澳門帶你躍進高速 3G 時代，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。Hello， 我係 Winnie， 歡迎收睇由三澳門特約嘅天氣報告。而家等我同大家講下今日8月18號嘅天氣先啦。今日嘅天氣酷熱，大致天晴，相對濕度介乎47%至80%之間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3度，吹微風。今日嘅空氣質量指數係介乎11至24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預測聽日嘅空氣質量指數，路邊監測站同埋高密度住宅區係15至40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一般性監測站係15至35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Bobby 話聽日嘅天氣酷熱，大致天晴。我哋一齊睇下衛星雲圖啊！預料一道高壓脊將持續影響本澳嘅天氣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啦。預測聽日嘅天氣酷熱，大致天晴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3度，吹微風。星期四因為天文潮嘅關係，朝頭早大概8點至10點鐘，低洼地區可能會發生海水倒灌。天氣酷熱同埋大致天晴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3度之間。星期五天氣酷熱，大致天晴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3度之間。而星期六天氣酷熱，大致天晴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3度之間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中國各大城市嘅天氣啦。北京多雲23至29度，上海有雷暴27至34度，台北天晴27至35度，廈門多雲27至34度，而廣州係多雲28至35度。跟住係亞洲各大城市方面呢，首爾有雨24至30度，東京多雲23至29度，馬尼拉有雷暴26至27度，曼谷有雷暴26至35度，新加坡有雷暴25至33度，而雅加達係多雲25至34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歐美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好啊，今日嘅天氣又報告完畢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